各位朋友們好，我係中山嘅發展商銷售，我叫阿澤。咁咧，我所處嘅位置咧屬於中山嘅馬鞍島。如果你最近咧有考慮響中山買樓咧，我建議你可以聽下我講嘅，因為咧依家中山啲買樓咧，你好多有啲 agent 咧會帶你買啲平嘅，但係咧平嘅咧其實係屬於中山最差嘅，因為周邊嘅配套啦，或者係工業區啦、污染區啦，我係唔建議你去買嘅。但係我哋呢個盤嘅位置咧，屬於中山嚟講咧最好嘅，因為離深中通道最近。第二個，我哋離地鐵站最近。我哋咧呢度嘅生活配套、公園啦、學校啦，包括呢度嘅醫療咧，其實都係可以滿足得到嘅。加埋我哋成個中興智慧城馬鞍島呢個盤咧，我哋係戶型裝修上率全部都係最好嘅。包括我哋呢個盤咧係港澳人士咧係佔比比較多嘅，所以講咧我哋收咗樓之後咧，我哋會開通去到香港嘅直通巴士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咧，可以微下我。或者咧，你過嚟可以睇下，唔一定要買嘅，因為你有時候咧，你要睇啱到嘢先會落手啦。如果想了解更多咧，歡迎微下攞我咯。